好啦，嗱，咁咧，我哋今日咧開新嘅 exercise 啦。好，嗱，拎好佢先。哎呀，好啦，聽住個拍子機喎。嗱，我依家開嗰個拍子咧就係80嚟嘅。咁入邊咧，你跟住個節奏去做1、2、3、4。嘅右手準備開始，1、2、3，叻，好啦，到右手咯，到左手咯，準備開始，1、2、3，叻喎，再嚟一次，準備開始，1、2、3，冇心急，聽住個拍子咯喎，準備開始，1、2、3 ，OK 叻，好啦，盡量用多啲前臂，因為呢個咧4分音符，嗱呢個問你一次先，呢個係幾多分音符？4。啊，叻，嗱，記住4分音符咧唔係太快㗎，喺個速度入邊，所以咧用前臂。前臂邊度咧？呢個就係前臂，知唔知道？到呢度，到呢度發力，知唔知道？準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，叻，第一手準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，好啦，打落去咯喎，準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，叻，第二手咯，準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，叻，好啦，到呢個啦，7B 啦，呢個係幾多分音符？8。叻喎，嗱，記得啦，係咪啊 ？OK， 好啦，嗱，8分音符咧，開始要多少少速度，要快少少啦。咁咧，用手腕，知唔知用手腕？知道。係啦，叻，手腕睇住啦喎。得唔得？自己做唔做到？準備開始。叻，好啦，到左手準備開始。第二次準備開始。叻，第三次。and 4，唔使心急啊，聽住拍子記得㗎，知唔知道？好啦，到測試咯喎，測試啦，睇住咯喎，佢咧右右放鬆隻手，見唔見到？好啦，睇住咯，聽住拍子機咯喎，右左右嚟㗎，見唔見到？放鬆隻右手，放鬆個手腕，右，第三，第四，再嚟咯喎，準備開始，右，準備開始。hold 強，準備 hold， 再嚟，唔做唔做到？準備開始，右左右，準備開始，右，跟住右手開始，右手係重心手嚟㗎，右左右，準備開始，跟住右手開住不過，知唔知道？準備開始，右左右。第4次咯喎，好啦，連埋一齊得唔得？準備開始，哇叻喎，控制到啊，好啦，最後一題7D啦，嗱睇住 Ken Sir， 放鬆隻手，嗱兩個其實咧咁樣嘅，見到放鬆個手腕，我縮咗字嘅一樣嘅，知唔知道？睇住 Ken Sir 啦，即實知個先，如果咪蛋飛出嚟，睇住咯喎，放鬆到。準備開始，再嚟準備開始，OK 4拍得啦，知唔知道？準備開始，準備開始。